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气类嘅节目。大家有知道冇吼？科技嘅发达啦，你溶洞多嘅东西会慢慢发现和破坏，你嘅生发沙灰，然后你嘅 TQ 哦，所以咧，你会慢慢咧教大家用好宽薄嘅东西，好自然嘅东西。今本嘅老大家咧小解释，你什么人有关系嘅卫生用品哦，非常嘅自然啊，非常嘅宽薄。起码嘅东西咧，生类小解你見嘅裏邊，其實你嘅免落熱時嘅。供奉嘅，你講重盤音吼，你講林娘子分享。大家好，我是林娘子。啊，欢迎你，好可爱哦。对，因为看起来好像很有气质又很害羞的样子。我们之前有访问过你的妹妹。对，乡亲朋友係講大禮拜都有收看福氣類的，可能會有一絲絲嘅印象哦，就是特別你。又一起走的是2個妹妹，对，來這邊，然後介紹他們自己創業的很多的本利自然良品是我們自己在家裡開的店，對。然後上次訪問妹妹的時候，就會說，姐姐呢？那時候還在尼泊爾，那時候還在尼泊爾，對，所以今天就特別把姐姐邀請來了哈。不過基本上大家都會講嘛，改的，對。上次介紹的是本利自然良品的很多的比較環保的東西，哇。好多的这个产品哦，对，然后很多跟女性有关的商品啦，对，很有趣。如果金崩到台咖啡小改的东西很有意思，对，就是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些东西，然后颜色看起来也很鲜艳，很漂亮。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这是什么。大家好，这是棉乐月是我们自己所生产的布卫生棉。对，那我们的工坊是在尼泊尔山上的普门农场哦，然后我们有一个工作室是盖在田的上面哦，然后正前方是喜马拉雅山，好棒哦。对，你一说之后，那个内心那个脑里就开始有画面了，所以目前我们有7位的生产人员，然后有1位是管理职的妇女，所以总共有8位的伙伴一起帮忙做出这些美丽的布卫生棉。这些布卫生棉现在在哪里被使用？在尼泊尔可以买得到，还有台湾、香港，然后还有像前阵子我有寄一批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真的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香港、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一些地方可以买得到。那你寄到意大利去，那个是是他们订购吗？还是？对，其实他们也是，我们是一群喜欢，比如说普门永续生活，还有大自然的一些朋友。那他们是一个社区，所以他们就跟我订了一批过去，然后希望未来可以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对哈，对我想哈，又动都改用亲友可能所以你说好特别哈，所以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是一个布卫生棉。不过，而且你看，现在有好多人，现在讲很多地方嘛，对不对？你看香港，对不对？然后尼泊尔当然 ，OK， 台湾也有，然后也有才送一批去意大利，对不对？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要做布卫生棉 ？OK。最主要是当初早期我在尼泊尔工作，那当时是在非营利组织单位工作，那我就带志工到尼泊尔当地去服务。那因为就住在村子里面，然后理所当然的就有一天就是跟一些当地妇女们一起聊天，就是话家常这样子。在一棵就是菩提树下，那大家就聊啊聊，然后就问他们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需要协助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大家就不约而同的就跟我提到月经来的时候他们遇到的困难，还有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体不是很了解。可是我很意外他们会提到这件事情，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很意外。那当然我就是一直听，然后一直怎么会这样？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事情是，因为那时候人很多，大概10几20位，那他们大家一直在讲这个话题，然后所以就让我有一个想法是，那我下一次去的时候，我想要
去带他们认识月经这个议题。但后来做着发现是，如果可以教他们做手缝布卫生棉的话，就大家自己 DIY 自己做自己的布卫生棉，然后就一边手缝一边聊天，这样应该就是整个工作坊是蛮好玩的。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就是越做越顺利，然后大家就问说很喜欢要去哪里买，然后跟很多姐姐妹妹阿姨等等分享。那时候就在当地买不到。那个时候一开始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跟他们的传统习俗，有个习俗叫敲버리，那他就是说经期来的时候就是要到外面的小茅草屋去住几天，感觉被隔离。对，就感觉被隔离。可是其实这个敲버리的习俗，它在尼泊尔政府是已经被列为就是不合法，它已经有被列为说希望可以慢慢的去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可是，在尼泊尔比较偏远的，譬如说东北方、喜马拉雅山区比较偏远的地方，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存在。可是其实，在加德满都谷地，还有比较现代的女性，慢慢的她们已经就比较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发生。对，所以那个时候你跟他们这样聊到他跟你聊到他们的困难啊，所以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像你说的，在比较好综合改提供，可能那一边他们对于你讲也是2天时间还是觉得他比较不洁，可能要被隔离，所以他们还是有这样的困扰。可是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用的卫生棉已经是使用布卫生棉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像早期我们的阿嬷，大家自古以来很多的传统都是用布。那像比如说以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它其实也是布，只是它可能穿了10年之后，它变了一个就是比较不需要再变成衣服使用的布，他们就会把它折叠起来，就是一大块布，然后这样子使用。是，对。所以他们没有翅膀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你们就是这样聊，你就觉得发现有这样的困难，对，然后慢慢，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使用他们可能比较旧的布，对，然后可能也让你开始想说，你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布卫生棉，就直接去创作这样的东西。其实那时候2010年，我旅行到南印度的生态村，然后就在当地的有机杂货店。就看到了人生中第一片布卫生棉的商品在架上，那时候就很兴奋买下来，就研究了一下，就发现其实用布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只是说它需要搭配卫教，因为假如说今天你不知道怎么清洗，还有加上尼泊尔它有一些家庭可能是3个女生共用1块布，也有可能发生，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妇女疾病的问题。所以你要搭配。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如何使用，然后还有就是布卫生棉，它只是那块布的升级版。对，了解，所以很有意思哎，因为娘吃基喜的尼泊尔该他归干，其实因为在那边也待了很多年。对，时间很长，然后发现动题就爱用盖问题，所以你就制作了这样的一部卫生棉。可是我觉得，你知道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提到该在提风，你发现他们有那样的问题，所以你想，我们也许可以试着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或者是帮助他们，结果反而这件事情成型了。其实我觉得可以回过头来告诉台湾的观众朋友，这个观念跟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我觉得反而是不一样。本来是想说，我们可以在那边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协助，对。可现在回过头来，其实是给更多我们所谓，好像我们这边好像很发达，然后好像大家用的很便利，然后觉得很方便的一个东西，而且在生活里面好像。它就是非常自然存在的一个东西，我们反而去告诉大家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像你刚刚讲的，以前像我阿婆或是甚至我妈妈最初期的那个年代，对，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用布，是啊，也没有觉得很奇怪，对啊，对，反而是发展了一个我们现在觉得很便利的用品之后，以前我妈妈会说啊，你们现代人哦，现代人有没有？好像我是现代人，你们现代人好方便哦，都以前我们还要有没有下田耕种的时候，那时候。回到家还要洗布啊或什么的，对。可是现在很方便。可是你看发展到现在，我们又要回过头来告诉大家说，其实用布是很环保的，对不对？对，主要是环保这个概念。是哦，所以其实用布真的比想象中的环保很多。
第一个它不只是，当然它不会生产到任何垃圾，然后其实女性的经血是非常有养分的，因为它其实是小 baby 的这个沃土，对，所以其实如果只是经血的话，它还可以回归到土地，甚至还可以去浇花。回归到土地，然后省钱，然后对我们身体好，因为它只是就是一块棉布，所以它非常的透气。对，好，所以其实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对，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很麻烦，对，可是我觉得要习惯，然后慢慢去认识它，而且事实上就像刚刚念慈讲的，其实讲起来，其实你係講習慣用形容機，它其實是很環保的，對不對？對，它其實會讓你反而更自由，因為你在旅行的時候，你不用擔心。沒有 Seven， 沒有屈臣氏，因為你只要一袋的一包布衛生棉，你其實走到哪裡都沒有問題。只要有乾淨的水。沒錯哈，有啲朋友哈，基本上還有東都嘅故事，然後大家嚟分享哈，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再講。今日當然做啲分享到念慈哈裏頭節目地圖，然後大家嚟分享哈，佢自家帶來的，像這個很多也是你自己親手做的吧？現在都不是，現在都沒有了。現在我的縫紉技術已經沒有那些婦女們好了。那當初是我教他們的，是當初你教他們，現在可能他們已經很專業了，他們已經很厲害了。是，咪講到咧，其實你要在那個地方開始做這樣的東西，就好像說自己開一個小工作坊一樣，因為建立一個生產線。對啊，對，所以一開始是你教他們，然後他們就這樣子學習。對，然後現在你剛剛說好像有7個人，對，最近有新的2個員工進來，哇，真的很棒。所以一開始教他們的時候，從選布開始嘛，對不對？選布都是我選啦，因為我看這個顏色很鮮豔，而且顏色很美。對，其實你也是要先做過填調，包括顏色的選擇，對，是不是要符合？其實為什麼叫棉樂月事？那我們想要是創造身心喜悅的月經時光。是。那傳統的衛生棉看起來就是白色，很像醫療用品這樣，因為他們說那樣感覺上就很純潔，有沒有？是白色的。對，可是，在尼泊爾呢，白色是哀傷的顏色啊，好哀傷。所以呢，我們就是想要盡可能的選很多很可愛的花布，是，然後讓女生在月經來的時候，就是說，天哪，這個月到底要使用什麼花色？然後就很開心。真的，因為你看像前面那都是粉紅色，那就是很漂亮的粉紅色。這個是有機棉的茜草染，所以它的粉紅色是取自於茜草的根部，所以是天然的植物染。對，哇哦，所以也不會，你看對身體也不會有什麼樣的刺激或傷害。它是對婦科很好的一種植物。對，然後也不會說，因為有時候你為了白色，你可能還要加漂白劑。假設像現在很多的發展是這樣，你看現在反而有漂白劑，反而對身體不好，因為它跟你有這麼親密的接觸。對。可是回到這個，你說它是天然的植物染，然後顏色又這麼浪漫，對啊，很美。所以你就要先去挑顏色，然後你決定了布之後，你再教，然後就教他們，然後他們就照着這樣的東西去生產。在教學過程當中會很難嗎？非常困難哦，真的嗎？其實我們現在已經邁入第4年，對，要從第4年到第5年，那一開始是2013年的3月份，就是開始有2位婦女正式的就上工這樣子。可是前期我們光做，就是光是那個醞釀期，還有那個 research，我們又花了半年的時間，所以它其實是很長的一個階段這樣子。那光是要生產到我們可以接受市場，國際市場可以接受的品質，我覺得就是花了大概兩三年左右。2-3年的時間，哇哦！對，因為尼泊爾他們對於什麼叫做quality， 品質要台灣的 quality 或是日本的 quality，大家就是不同的那個 sense，所以就是要一直不斷的溝通協調。對，可是我覺得這真的很不容易，因為2-3年其實是一個很長的時間，真的非常長。對，所以但是他們的工作態度呢，工作狀態，他們真的都非常的可愛，然後從來都沒有遲到過。就是，然後我們的工坊是蓋在農場裡面嘛，然後農場旁邊就是他們的村子，是，所以他們每天早上都會一起在學校集合，然後再一起走來我們的工坊，感覺來上班的概念，對，一起上班，然後下午就是我們會提供，因為是在有機農場，我們就是提供有機的那個
食物啊，他们有午餐还有茶点，然后结束之后再一起回家这样。听说好像有个小故事，就是比如说你们可能会建立一些工作的制度，或是什么有一点点想奖励他们反而不喜欢，是不是？或者是不是那种奖励不喜欢，他们就觉得其实开心快乐的工作就好了。对，应该说我们没有把，虽然他们是制作布卫生棉的生产人员，但我们希望所有的员工都可以一起参与棉任乐市的发展。对，所以我们其实，在4月份我回台湾之前，我们有开一个2天的年会。其实就所有的生产人员，我们大家一起用开放的方式去讨论我们的工作。是，而且我们的工作是采职务认领的方式。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有剪布，我们有品质控管，我们有生产进度的控管。你自己喜欢哪一个阶段？对，我们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分工，然后让大家一起自己去选，你要选择哪一个，然后你要负哪一个责任。是，然后结果很夸张的事情是我脑中其实已经有设定了，就是觉得好，应该大家会这样子比较适合他们的个性，或是这个生产的进度跟状态。对，结果我就说那你们自己讨论，然后讨论完。他们公布的结果跟我脑中完全不一样，一模一样。吓死我了！对，可是我觉得由我自己讲跟他们自己选的那种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就他因为自己选是觉得我想做这件事情，我想要监工这个部分，对，所以我就会自己做，他们就会做得很开心。所以我们的工坊的自主性要很高，因为我1年只会在尼泊尔待5个月，那其他时间他们还是很认真的就正常运作，然后他们都会传 Facebook 告诉我今天的进度花色是什么，今天的进度是什么。好可爱。可是一开始是连英文都不会讲，也是完全不会用网络，一直到现在，是因为他们就是逼他们小孩教他。哇哦！对，因为他们的小孩都可能已经10几岁了。对啊，对啊。哎，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其实你不但建立了他们开始使用布卫生棉，让他们觉得很开心，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你也建立他们在那边一种工作的状态。然后可以很享受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可是我觉得我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听出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应该要先建立他们的卫教知识，对不对？他们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所以那个卫教知识也是你花了蛮长的时间在那边做的。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一开始我的身份是在非营利组织工作 NGO， 然后去推卫教的知识。那现在呢，我们的角色变成是，我们去生产布卫生棉，提供非营利组织去更远的地方，譬如说喜马拉雅山区，然后去变成是物资的发放。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开始发展说我们的卫教的一些教具。那可是说卫教2个字是感觉有点生硬，有点像以前健康教育的那种感觉。可是现在我们在做的比较像是一种 women circle，就其实我们只是把女人聚在一起，然后让他们去跟自己的内在循环连接。是，所以我们比较在做的事情是去创造一个信任还有安全环境，让他们去开始讲说月经是什么？对，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自身经验又是什么？那这样自我意识慢慢的让那个感觉流露出来之后，他才会感觉，他是跟他的身体有连结的。所以我们在也慢慢的，那从尼泊尔，虽然是尼泊尔是我们的出发点，那因为我自己用了这5年多的布卫生棉，也试了各种版型，对，我就觉得我身体有很大的转换。那所以我在2015年我也去了美国的 Boston，去参加一个叫做世界月经大会，然后就发现说，原来这么小的一个这个小众的议题，或者是很冷门的东西，因为竟然有全球1票的就是女人，居然都是很 focus， 世界大会，对，还是月经哦，然后就有世界各国布卫生棉的展售，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很有趣，而且超乎我的想象。对，其实是非常的国际化，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其实不用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地区。对，那其实这是为全世界的女性所发展的产品。对，那你在尼泊尔做这样的一个好，我们不要讲得很硬，好像上课，好，对，就是告诉他们对于这样的认识，他们的反应呢，或是接受度。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是，
有时候男人比女人接受度还要高。真的吗？真的吗？对啊，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那个蒲门，它是 permaculture， 它是蒲门农场的训练中心。对，那所以很多世界各国农夫或是尼泊尔各地的农夫都会来上课。那上课他们就会参访农场，然后他当然就会参访到就是不卫生棉的生产工坊。是。那有一次就是一群男性农夫就来了，说哎呀这是什么？大家就是很嗨这样。等一下，哎，怎么那么可爱啊？又这么漂亮，鞋垫吗？还是什么手机套？大家可以这样问。那后来现在我们工坊妇女就是也是非常的。很会讲这样，然后就噼啪讲，很会讲，就是很会导览的意思，很会介绍。然后后来那些男性农夫就非常的惊讶，就发现说啊，原来不卫生棉，啊月经原来对我老婆很好，对，所以就纷纷买了伴手礼，所以大家就一人一组，你知道吗？带回家送给老婆，太棒了，真的很棒。然后他回到家之后送给老婆当伴手礼，然后再顺便教老婆。就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就是更多不一样的观念。对，然后我有时候在嘉德满都摆市集，就遇到了那一些老婆，我就说，哎，上次我那个先生有帮我买伴手礼回来，就很好玩，好可爱哦，所以完全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也代表他们其实整个也是那个心也是很愿意开放的去接受新的东西，重新认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所谓的压迫或者是所谓的污名化，对，其实有时候男性真的不了解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一直被排除在外。然后我们说，哎，男生谁来你们都不能了解，你们都不能体会。他说，其实他们很想知道，所以当那些男性农夫了解说啊，原来我老婆每个月突然消失5天，是因为这个在小茅房里面，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有人跟他们讲之后，他们反而很想要多了解，然后想要多关心他们的太太或是女儿。是，对，哎，真的很有意思哎。对啊，今日绕墙道念之类的节目地图到大家分享应该观念，也不然你大家地讲，哎，对你了解世界地图，其实大家国家有某强嘅风土民情，啦某强嘅观念哦。不过最初呢，係你嘅推广安用好宽博嘅东西，本大家都认識，还有乜嘅东西，乜嘅故事做得分享吼，聊下等下陣陣來。因为绕墙两次类的聊片，让大家来介绍这个不卫生棉哈。其实刚刚很有趣，对不对？我们讲说男生，其实他搞不好很想了解，对不对？很想参与。而且听说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好像有遇到一个村长，是不是？那个村长反而给你很多协助。最一开始的时候，对他说他已经准备好要帮助我们，然后他也自己缝了。自己用传统缝纫机自己缝了不卫生棉，他很想学，真的，对，所以他是我第一个学生，好可爱哦。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以为会很困难的事情，有时候也没有想象中困难；有时候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比想象中困难，因为你以为要告诉他们，他们会要花点时间，结果没有。可是你以为做这个不会太难，结果要超难的，对，结果要2、3年才有那样的一个品质，对。所以其实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些经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不断的自我学习。不过说到这边，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这要怎么使用呢？比如说像我们现代的女生，可能你去上个厕所，你就丢垃圾桶啦，对不对？对，哎，这就是一个，这样子是一个，对，这是日用正常版，哇！所以现在还有很多规格哈。我们有6个版型，哇哦！那里面有5层的法兰绒铺棉，是非常的柔软，好高级的质料，真的很高级哦。有机棉，而且它这个布面是手织布，对，然后它一定很舒适，对，然后它又有机。对啊，就把它扣在内裤上面，然后用完之后呢，就是像刚刚那样子把它包起来。然后因为它是纯棉的，对，它里面没有任何塑胶，所以它其实不会有什么味道哦。然后主持人方面给我一个那个收纳袋，这个吗？对，好，来，对。然后呢，连收纳袋都有配色，好美哦，真的。对，你看我多聪明，一下就拿出一个紫色的。所以其实我们随身有非常多的夹链袋或者是塑胶袋，你就把它包起来放在里面。然后假如说今天我要出门，我就放几个干净的在这里。对，然后就一包，
然后就可以去上厕所了。对，而且感觉很安心。对啊，然后回到家再洗。回到家再洗。好，我觉得现在大家就会刚刚有看到，对不对？其实念慈介绍的非常棒，就是它那个质料很好。你刚刚说出超多很高级的质料，很多层，有没有？对。对，然后你看颜色是粉红色的嘛，对不对？然后植物染，然后用起来很安心。然后你可以看自己的状态，看几个小时。你去上厕所的时候，对，你其实就是把它收纳起来。对，然后摆回那个包包里面，带回家，然后晚上清洗。对，那洗的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容易。第一个，对我就是要问洗，因为大家想说，哎呀，很难洗，很难洗。我觉得大家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洗很麻烦。可是其实像我也是一个有一点懒惰的人，我都觉得很简单。第一个在水龙头下面冲，是，然后就会有一些血水跑出来。对，然后那个血水。就不要浪费，可以去浇花。OK， 写字的部分浸在冷水里面。对，因为血是蛋白质，遇热会凝固，所以绝对不要用热水，冷水洗就好了。把它浸在冷水里面，放一点点小苏打粉，或是1小匙的盐巴。哦，对，然后呢，或者一些泡泡水浸在那里，就不要理它，就浸下去，然后就去做你的事情。对，隔天醒来，它的血都溶掉了，你就再用肥皂搓一搓，晒太阳。完全的干燥，这样就好了。哇，太棒了！然后可以重复使用呢，2到3年，真的很久。真的做得很好，因为我接着就是要问说，那可以用多久？真的是用到非常的久，因为像我的绵绵，最久的可能到5年都还没有坏掉，所以我最后都要不得已就是把它们扔了，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用新花色。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对啊，有点腻了，想说来换一换别的这个图腾的颜色。我觉得其实就跟你的内衣裤是一样的道理。对，有时候女性内衣内裤的确是啊，怎么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很想穿新的花色，就想要换掉。对，所以其实它如果好好的去使用它其实可以用好多年。它真的可以用非常的久，非常的久。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来讲价钱好了。好啊，以价钱来说，其实你用那么久，它反而不贵。它反而真的很便宜，对，是不是？因为可能你一开始我这样问一下，那像这样子一个，大约这个300块是，然后我们的价位是290到490中间，那这一个是最贵的490，可是它其实它是1片3用，因为它有2个吸收垫哦，还有2片的吸收垫，对，很精致的手工，对，那。我们的妇女们在生产的时候，我都有跟他们讲说，你们今天在生产的过程是很开心的去生产这个部位生棉，然后它可以让世界上另外一个女生可以很快乐的度过经期，对，所以他们就觉得在做一件还蛮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个能量注入在我们每一个棉上面，每一个作品里面，对不对？它是一个很精致的手工艺耶。然后他们其实也对花色，他们每次也都会。很赞叹啊！而且我觉得他们对这个有一个天生的美感在里面，对他们自己，你看这是一个天然的植物染，然后对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图腾的特色，然后颜色，你看真的现场有些粉红色很浪漫，那有些是真的很鲜艳的颜色，所以其实简单讲，因为肌肤一种改宽薄，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可以用这么多年，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面其实是很低的，因为你让女生每个月花好多个100块去买这样的一个产品，可是你可能花300块、400块，可是你却用了很多年，我觉得这个很棒。那如果现在假设看我们这么多这个东西的观众朋友，如果他真的也想买，我们可以去到哪里买？我们有一个粉丝专页，大家可以去搜寻棉乐乐事，对，然后你就会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你可以线上购买。哇！然后呢，也欢迎来桃园的本利自然良品，那边有非常多的花色可以让你挑选。对，然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可以问念慈。是，如果刚好在台湾的话，那你可以问我妹妹们。是，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是啊。可是说到这边，其实除了买之外，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现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是什么作品呢？就是除了乡亲朋友的填喜当款的哇，些好多好有意思的手工作品之外，其实我觉得这个好漂亮。我刚一看到的时候想说，哇，这个颜色怎么那么鲜艳？而且但是它虽然很鲜艳，可是又让你觉得很舒服。对，它的整个配色让你觉得很棒。是，所以这个其实是垫子。对，它是碎布垫。那因为我们当初选的布料，刚提到有机棉、植物染，然后又是。
纯棉的这种印花布，所以我们是手工裁剪，那有超级多的碎布产生。是那时候就想说，我们怎么样再利用？所以后来就是给了在家的满都在家工作的妇女一个就业机会，太棒了。所以他们用钩针的方式，然后去帮我们重新配色，然后让这些原本是垃圾的碎布，然后再生。对，然后他们又可以在家里工作，得到了工资。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需要把碎布扛给他们，对，那他们的配色是，我就说你们自己配。所以他们全部都自己决定这样的一个配色，哇！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一个都很惊艳，真的。我其实今天看到之后非常惊艳，因为没有，其实这个而且摸起来，其实这整个布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对你摸起来很舒服。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它整个很漂亮。然后在家里，其实你就是。你知道我们都会买很漂亮的隔热垫，其实这个就可以了。对啊，对你放在桌上，它就是一个好棒的隔热垫。对，最重要的事情是，就是你说的，它是一个零浪费的一个过程，对，零浪费的一个过程，它可能投入了多一点点的人力资源，可事实上对我们整个贵家 TQ 哈，我们整个地球整个来说，其实我们等于是做到最极致的一个利用，对，然后这个布本身又不是一个化学染料的一个布，所以其实从头到尾它都非常的自然。应该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去思考说，我们剩余的布料可以怎么做，像。因为都是手工裁切，像这个，如果你剪成这个形状，它就会有一些碎布。对，那其实对啊，我们就是尽量去思考，可以怎么样去让热色的产量最少，这样子。对，跟不跟绕墙两次那种节目地图，其实念慈在尼泊尔工作很多年，东年，当然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今天来到这边是。特别带安永改产品，然后大家来讲大家来分享，其实大家讲也是一个观念，对，是一个态度，然后对这件事情的不同的认识，而且安永改东西其实慢慢，就像念慈讲的，已经到了很多的地方，世界各地，对，然后慢慢的让大家更多的认识来使用，所以希望讲，你改乡亲朋友来看，你今改节目，其实有某种改感受，某种改观念改。了解哈，所以其实念慈有机会要多带一点有趣的事物，然后来到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对，好棒，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念慈，谢谢，欢迎你常来，希望你，乡亲朋友咧，希望你介收我动态，我聽下下來做認同了。